来看台湾教师联盟10年来拢会伫校热校寒期间办老师的演习营，利用文化语言这课程来增加老师对台湾教育主体性的了解。望讲老师平常时上课的时，嘛当来增加学生囡仔对台湾本土主体性的认识。也有可能说你画是写成凸显成环保问题，画一个垃圾，可是那不是我要的，就是了。专注大自然环境的画家张东课，用家己做的实物画作上课。台卡这大部分拢是国校啊、国中、高中的老师。张东课帮透过这个画作，让大家更加主动去发掘台湾大自然的水。因为咱是种花，拢会去花市找一个水水的物件、水水的花。啊，不过你对于家己身躯边定定，比如讲爬山经过，你拢无啥去特别注意。其实因拢安安静静伫遐边啊，其实因嘛有写成长的声音啊。这个课程是台湾教师联盟主办，以台湾教育主体性为主题，伫校热期间办予老师参加的演习营。因认为现行课纲台湾本土领域内容不够，透过台湾艺术、历史、文学这块领域的课程，要增加老师对台湾教育主体性的了解，等去学校通应用伫课程内底。台湾的教育是需要慢慢的耕耘，是要需要慢慢的深化。我希望讲用上自然的方法，和老师来带囡仔，让囡仔知影讲，和咱的后一辈、后一辈知影讲台湾的文化、台湾的语言，互伊更较清楚。台湾教师联盟表示，因伫校热、校寒期间，拢会举办予老师参加的营队，已经办10年左右。除了提供老师深化台湾教育主体性认知的课程，因也希望教育部会当鼓励学校参民间团体合作，举办演讲这个活动，增加学生囡仔接触多元议题，增加多面向的思考角度。记者郭明玉凯台北报道。